香，你到书房去请姑爷上楼。小姐，小香，你要小心了。是。名字土内长，为主人放好光。唉，可是我无头为报，岂可与仇人之女真情难。中时二小姐到四方无事，我奉小姐之命，特请姑爷上楼。你去为别你家小姐说我要在书房读书。哎呀，姑爷救命啊！爷，我也不打你儿不骂你，为何可以叫救命？姑爷不肯上楼陪，一空小姐要走归，说我得罪了你姑爷，那次我飘香定要受家起来，你去为别你家小姐说我即刻上楼。谢姑爷。小姐，小姐，小香，姑爷可曾上楼？姑爷他啊。姑爷说即刻上楼，这么出外人走。
是我早就受了。夫妻之间，难道是连个称呼都会没有了吗？我叫你官人，你立该叫我娘子；我啥是叫你相公，那么你也该完成我一声孝敬。是让你将来有了功名，我啥是称呼你老爷，那么你也该完成我一声夫人。呵呵，夫妻之间，难道是连个称呼都还没有了？真正岂有此理！有道是有理不言之，来，请来接礼。好一个有理不言之，来，中间一礼，请走，请走。你叫我上来为了何事？官人，你在书房做人，在书房读书。读书难道是要你也用功啊？你可知素琴原谅此故？他都比起古人来了啊，官人啊！上楼究竟为了何事？啊，官人，我见你总是愁眉不转，不知道官人你是为了何事？哼，个人自有个人事，我的心事无人知啊，别人的心事。人的心事我俩知，
逢到老先生，我兰真一不眼二不痴，我从小读书深言书，我要猜你贵人心中事，我要做公道的老先生立即爬去，那里就是猜吧。贵人，我见你众人恨死那人，莫不是你理想乱动三回事，我用长多情无错事，何人传功张贵子？莫不是你离家出去自啊相亲，一人在外人男儿应有四方子，何用挂虑家乡事？莫不是你我你们私立的，我难陪你一郎应不知，李年家一朝帖子可不饶，我好比苦人高攀你啥不是？莫不是你英兰镇上林少，害得你官人丧面子，这里红章到爷们，城里城外都得知。莫不是你我兰真用马车，我难陪你一郎一才子啊！夫妻妻在永夜人啊，何况是你兰真的容貌放心了，为妻我倒可有一笔。笔作何来？官人
上自论经，他不姓张来本。哎呀，这本字下面有文章。哎呀，贵人啊，你真人面前莫失家，你在家人跟前莫惜呀讲，你欺天不把真情真，我问你要与是谁商量啊？禁闭了。唉，我啊，还是回王去吧。唉，哟，我刚要回王，他倒在里面弹起来了。哎，不知道弹的什么，等我来听他一听。张一道要自信不自，但听口中言。啊，小姐呀，小姐！哎呀呀呀呀呀呀！这来上不讲我小姐，她在书房里。到4年起我来了，哎，我嘛立刻要回答他几句啊，相公啊，相公，娘子啊，娘子，贵人呐，贵人。来正啊，来正！哼，也用啊，也用。你这次才发要拜问我的心事，可是小生不识。你哪里会知道我的心事啊？为计不小，我是这里来请教的呀。为
仍然不肯渡真情，可怜他无家可归少情深。哦，官人呐，你休别离，你莫伤心。你亲人还与我念来真，不知道今人是哪个你生来，我来真与你的大缘深。第七军人我马的年送老马就不会了嘛，他就这么马的见着老年送，王英发到在朝中，在中了多少吃饭我心太凶，你为三草一子根，天天到此落真用，小生子的领用我顶着你记着老年送，听此言来万兄，我怪声当当老公，你不给说啥不良成全事，你战草子更要还真用，既然是跟你两家冤对大，你为什么将男生的终身去许生用？怪不得他进入了年中病，不必到了关中。我那奸人马是给你了，马力记得也是父子同朝一样结，把男生终身来许配我，你要靠辈子来让难，小生若有出头人，我把你父子一起带。我听此言来，心惊胆寒，他要在我年事外，将妇女终有妇女情，我来真做人好为难，老弟弟的做两人哎，我就只能认定这冤家在。哦，弟弟呀，并非女儿不孝人，责怪你做人心太急。找吧我呀，找吧我，怎么还是找不来了？马力接着找问我，去无事没来做，别人用精力在保险大妹，我用那清风大街别人我，也没去啊，也没去，怎么就把清风出来了？马力接着也没去，你是无家不为的来小人，我不应只为你命令事，事故中结不平衡，小生若有高贵做，我向你这是为民去从军。朝中之人不马兵，不知你还要马贼人，夜来生啊，夜来生，不来了这袖子里，我不应去了夜来生，可惜你身上的接人也不门，你总说对我有真心，真乃是仇人之女，真诚听。灭得人留人，我将你一封休书推两门。
要面难人，想年富杀人万不够，我来生岂能去害夫君？哎，冤家呀，你怎么有夫妻情？因我来生待你是真心。常言道，人过三十要二回，我还是希望与他去巴黎定。外面可叫开门是谁？兰真来了！哎呀，我正在扶马接人，不该来了你来分。我心急当高，心快呀。来了！哦，原来是娘子请进，请。哎，哼！娘子，请来接礼。贵人，请来接礼，请走。请走。哎呀，请问娘子，你谁的到此，还是到此一句？哦，你问我吗？哎，我们是谁的到此，一到就叫你开门的。哦，你是谁的到此，一到这里就叫我开门的呀？哈。外号啊，是外号。哎呦，我说是谁的到此，他倒又背起家子来了。啊，官人，你为到书房做些什么？为书房读书。读的什么诗书？诗书无尽之书。可否背几句，请我听听？秋儿从来心儿微，我读过诗书就忘记。你啊，文人，你忘记为起我倒有几句记着你。我的书与你两样的，哎，一样的。两样的，一样的，两样的。不信我背起你听吗？我可不要听。贵人啊，我这个人啊，倒有个脾气。人家要我背，我倒是不肯背；人家不要我背呀，我是
偏偏要背，那么你去背吧，那么你就听吧。不要听，不要听，不要听，听着啊！小贼啊，小贼，是陈小贼好不懂道理。娘子啊，娘子，我不叫你娘子，倒是鸡叫起来了。兰真啊，兰真，怎么？这是书经上面还没有你念兰真的名字。哎呀呀，贵人啊，别人书上没有我兰真的名字喏，你的书上是有我兰真的名字呀。要背，到你自己往里去背。你听着啊，你既是三番要问问我的姓氏，小生不是你哪里知道我的姓氏？下去那冤家自是不小心，我来生昨日要帮这家有儿一家人分享血人落，恨之人朝中为出奸人，恨奸人上边光追本，宰了我人家一门没有的呀，亲人早就骂了，你亲人我骂你年中啊老人，我骂你今日老年中，你妄言霸道的在朝中，你才风量有多少，你却在我的心太凶，你以为在朝更一致，偏偏逃出我真用，小生杀人凌云子，我定在你今日的牢
终身许配我，你要靠本事送万难，小生才有出头日，我帮你扶持一地山。少问我，少问我，我骂你今日少问我，你去言不是他妹来做，别人用金银之宝为他妹，我是听风宝，你问我，你的亲啊，你的亲，我骂你今日没亲，你是富家不为的烂小人，我谁不应做你命令时，不知道忠心不明人，小生才有高官做，我将你气坏家着去从在夫妻们上就烧死我了吧？有什么夫妻之情？这娘子，娘子，娘子，娘子啊！哦，哼，这真岂有此理！娘娘娘。凌云子，你是一封休书将我离，今日你落在相国府，我看你差池也难避。难道你也真正快我走些路？
死不惧的心何人？娘子啊，你我到底是夫？你杀到皇上去禀告，好比是亲手杀了你丈夫。娘子啊，娘子啊，难过，我让救了母亲与祖母，我难救年龄的亲丈夫。两家生死要我领，那阎王好比我难生来做啊。为你跪下的泪，苦苦的哀求，少你起来。带小生陪着娘子一起为王。
原来是年儿爸爸，年儿爸爸，姑父何事？奉了夫人之命来请姑姨小姐。年儿爸爸，请稍等。好。小姐，罢了，姑父何事？今日乃是我家夫人传代之际，特命我来请姑姨小姐姑父家宴。贵人，就是我母亲受担之际，令我做小辈的，你给姑父拜寿。娘子去了，那我就不用去了。哎呀，贵人，做女婿的哪有不去拜寿的道理呢？那么我与娘子同去。贵人，为妻本想与你同去，只是我婚后尚未满月，不能前去。娘子不去，我也不去。哎呀，贵人啊，你帮忙带娘去不言，你心中切莫太担心，纵然有破天大日病，为妻替你来带人。那我请到美上跟你去吧。女儿，小姐，为他不为饮酒，在酒宴前你要小心事哦。好，西山之日，早早送他回家。是。贵人，请吧。贵人啊，在酒宴前不可吞杯，西山之后早早回家。知道了。曾相许一番，难为你了。有一幕竟让曾相许一番。你
情。东岳兄嫂，今日是少妇就待自己，请上去小礼一番。不好，女儿岂不没发现？大叔父母对待女儿一番，我真是女儿大了，还到让给你。恭喜东岳兄嫂，今日真是双喜临门。哦，今日是你大嫂子带自己苦说一席，但不知这双喜临门作何喜呀？东岳兄嫂，请稍待，佳玉先报名来。东岳兄嫂，请客。忘记是今朝18岁样子，叔公好今宵，家贫来天时。姐弟，但不知这叫什么宝病？此病名叫羊齿盘肉病。难道就是真邪的性恶之法？真是！哎呀，夫人啊，这羊齿盘肉病乃是无家之宝，只要吃上一根苦子，就会开花结果的。啊！吃了一个苦子，也会开花结果的，奇真万巧啊！严父的名字，好比是空中的飞鸟，把龙不忙陪。虽然他赢下真定改名，怕是怕在谁前推背路根雨，倘若是一旦泄露了真情话，更免得凶多吉少。你看夜的灵酒一门三杯，就再到七七了。好，女儿，父也到书房洗洗裙吧。真是。
人，你可一点一点都不会喝酒的。是啊，你这个女婿呀，是个正人君子，我那些纯非走之路不懂我。你呀，又要替我爷爷了。娘儿，我走不动了，就让我在这里歇一会吧。好好好，请。有兄弟倒杯茶来啊！啊！小弟啊，小弟，我想姑爷可曾回来？姑爷在酒店里还在了。啊，老夫都在，让姑爷休息片刻，即刻就回。啊，这倒罢了。飘香，别相信一同此事。哎呀，贵人啊，贵人，我叫你不要饮酒，你怎么又引起酒来了？还不快快多说相声，发教再请您结果啊！小仙啊，姑爷就在上教之日，叫他们不可高声喊叫，免得惊吓了教内的姑爷。是，飘香回来。一封人粮把衣服带去，免得冻坏了姑爷。哇，免得冻坏了姑爷。小香知道了。丫头，你快去。冤家。你为你就去派你回，我是早上太忙到王孙。
哎呀，我哪里是喝醉哟？结盟，怕只怕救了头上把事务，要先来迎上河陵分。我是从邪门出去苦陪女子。呀，这里到女人怀抱，当中彩色的深深，奇花谢分冷清清，女的光阴花家来，轻悄悄不问人与生，一个高垒明的心，本相公不由我怎样爱人你。就问丞相公乃是年寿老者，拜标本之事，不免待我悄悄地上楼查看一番。年送早有满怀意，凄美定在楼上人，我真是无人上楼去，到得平分也可以一地好头恨。这里从地所以这里站，哎呀！我本不可以女生，是我有把血的灵，何况娘子人定做，要千万去找对家门，不让来去出生走。哎，都会被他们看见。我本是年富的新贵人，了也无妨。推断不平，尽系官务大人不忘小呢。哼，好种的义子！臣请在时，山海关兵走来，武器人马收复失地，将功折罪。
而今严嵩收了他们的贿赂，倒反替他们报仇起来。严嵩啊严嵩，你这样弄绝违法，怎不叫人痛恨？哎，我不将这礼带收藏起来，谁也可以做一凭证。总是珍惜，哎呀，弟弟呀，一骑奔上好心伤。将妹们吵在离不到，我因你送死结局，二人家境是荒人亡，草里中间钱不分，却在母好嘴上又造一人，我愿人人家接人在云呀，啊呀弟弟呀，姑爷，看来此次不宜久留，还是赶快离开吧。我找了半天，还是找不到花园门。难道是我是真的喝醉了不成？哎呀，唉。
回来，小姐，我正要等你，故意哭着回来。你是什么？哎呀，小姐，是我去到府中，这间府里上上下下一片忙乱，老爷夫人举动不见。那么姑爷你这姑爷就在书房歇歇，可是大出今朝不见姑爷，他们是什么？他们说姑爷已经回来了。哎呀，不，我哈了！听说野狼已回来，所以来生我说亡魂等到日更儿，无人见他回家来。方才是母听到他七岁了，因此让小我在坐在，此情又是他回家转，分明是你太我也太。为什么何不都有金光色？为什么爹娘不见都离开？既是来生多你猜，他只怕我他夫妻两分一场烦恼，小心死了。急忙来到，听到我急当当走个牛娘。也不算个为尊娘家，巧是为何？女儿一来问儿的娘。哦，是我儿孝敬，哪儿你？哪儿？只因我家官人过不拜人，至今离位。女儿放心不下，我是特地来接他回去的。哦，你来为了叶喜之事。哎呀儿啊，叶喜姑父办事，理应三辈
是最多这些日，那是为娘生命女儿，扶她到书房歇息去了。原来贵人在书房歇息，带女儿前去见他。男人儿啦，为无名家人4次寻找，至今不知下落，想必已经为夫去了。是啊，想必为夫去了。弟弟，要是我家官人早已回家，女儿还要问弟弟要什么丈夫？儿啦，要是你丈夫实在家中，为父为我万金你。是啊，女儿，小姐，到西面把好布取来。快去！是。请过来。哦，儿啦，何事？弟弟，府中宾客往来，只好不让你，可曾写得明白？我草部们是若写得明白，可做得出入府门的凭证？当然可以做得出入府门的凭证。是弟弟，你来看。这进府来呢，应用过也4个字写得明白。姑爷原是进府。弟弟，你看这出府来呢，为我们有应用过也4个字啊。这个哪个？想必掌柜之人也是说好遗漏了。是啊，想必掌柜之人把他遗漏了。母亲，你不要你滚，你我手下。大胆奴才，故意出府，为何不消好？是弟弟，你不要与我张枪走死。我这里人也快得明白，弟弟他故意假装是马奴的，等到他小李长到心都得，今日一见勾人心，莫比他假作是爱，一把女心。弟弟啊，你可怜我女儿，他不给。等让你去明江，
真儿啦，你的丈夫们就是我的女婿，又不是坏人，杀在家中为父为我不挽救你哟。弟弟，既然知道她是你的女婿，不是坏人，那你为什么？怎么样？为什么你要害了他？害他？哼！我为什么要害他？是啊，来丈人还是女婿的道理哟。是不害他，弟弟，你为什么叫不出人来？他人已走了，你叫我叫什么？他走到哪里去了？哪个？难道我往外疼斥他不成？哎呀，你真是疼斥了我的丈夫。不能是他本是一本是李门庭，你今天不还要分，不给他伤了命。你让不还我生一个？你要怎么样？你要与你亡命。哎呀，不用手下，你本是娘人，一旦出家就不认爹娘。女生娃乡从来有在乡，不孝的奴才这样的堂皇。女儿终身依靠丈夫，自己一老不接，哼，这不叫女儿咋接一郎有什么喜欢？哼，你不喜欢，我就喜欢他们。他不过是叶家领来的野兽。他一句话儿如推风，气得满身怒满胸。他一郎愿无心呀，回来郎君今朝兄。跳下有你叫中衙官与我此情。哎呀，姐妹们快来，听不到姑爷不许听。哪一股大胆，滚死！你这个妇为有生气吧？你怎么不讲理呀？有你这样狠心的父亲，再生出我这个不讲道理的女儿，你让不把我手心打？你要怎么样？我与你同去做法律兵，你还有礼貌？我告你有金发女婿。他了，你
不得，去不得。到了下午更前，哪有你说话的地方哦？说了说了，飘香与我快快西边家的不见母爷啊！野狼啊，看来你遭了着事，丧了命啊，野狼啊！哎呀，野狼去呀去呀！我满腔怨气，无此中牙关有与我死。兰子啊，这样子办的，为父花了无数年纪，多少心血才弄到这里，不能怪啊！哎呀，不能管，不能管！这是一个暴病，只要插上一根裤子，也会开花结果的，你不能管啊！不能管啊！插上一根裤子，就会开花结果。是啊。那么你们怎么不想想女儿的生长结果？你们还生的丈夫，难道不能怪罪暴病？不能怪啊！不能怪啊！不能怪啊！还在你样子把月饼，哎呀爹啊，老夫可惜哦！哎呀！哎呀！这包面是我写来的，是谁当的这个样子啊？一郎，我倒是在原来兰城这女人回来了。怎么哭起义勇来了？赵叔，哎，你哪里知道？我家贵人辜负百日，我弟弟还死了。哪有女死女婿的道理？不会。东兄，你真的把义勇女死了？也是已经离门在背。就在我书房，一日不见，我道他已经回家去了，谁知兰正上门索讨，怎么办？我明白了，东李兄稍放心，请到遇到，我去下去兰正这女人回去就是了。拜托，快去！
劝他回去啊！最好，最好，最好，最好。丈夫，你要为我丈夫，你要为我爷了。来，真正女儿，不要哭，不要哭。来，真正女儿。不知道你为我哭啼的，原来为此小事情，也用不是小孩子，哪里为28路米？这女儿人前为家去，管教你上上走这个好女婿呀！早问我他见用未面笑嘻嘻，他分明不是个好东西。刚才他与弟弟交头接耳，莫不是商量把阎郎的是非而已。哎，阎郎他病之下放过他，我就中了计。你不要讲是讲也讲我劝你不爱我丈夫，我听我。你丈夫又没叫着我，怎么叫我叫出来？咦，你叫我弟弟为王，我不找你，叫我去找谁呀？可是你凭着阴天上的关于我做啥呀？今天到我头上，我与你那做对面不人家。没，哎呀，到乡人面前哪有说话的地方？还是少管也是预料吧。再去，我到大街上替来这个女儿找进丈夫去啊！嘿嘿，今天啊，你来的就吃不啊！那么我3天，我找到一用，马上替你送到府上来。哦，3天能找到？3天能找到？那么1天也能找到。你今天啊是非还不可。哦哟，你来这啊！你是天官之女，千金之体，为你丈夫之事，为的家来当铺等菜，怪谁养吃不牛病，还要弄到我的头上，你怎么是吃不讲理呀？早问我，我不讲道理，呀，要与我当道操夫。这个时候你怎么会追到这里来了呀？哟，谁人多喝了几杯酒，在厅内睡了一觉，后来我在花园里转来转去，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走到这里来了。这里是叶姑爷，
这里是我家小姐的闺房。哦，哎呀，冒失得很，冒失得很呐！不妨啊，小姐，小姐不好了，你家钟丫鬟不知为了何事滚到我们这里来了啊！姐夫，我也去嘛，你这样就是小姐的闺房，实在让人生气，是他所不的面子。是不知为了何事，来寻找我家野郎。姐姐，姐姐，退下。姐姐，请。见过兰正小姐，姐妹，野郎在哪里？啊，原来娘子来了。啊，野郎！我儿郎放心，我为你老年妇，我怒当分财，我为你关碎了大娘保命，我为你接得要拼命，你把安安稳稳，事事我不生不想多对，这小楼亭你啥不把情有深，休怪我懒真不留情。玉妹，姐姐休得歉意，你来追啊，你来追！你找丈夫找到我女儿熬中来了，我女儿熬中哪有你丈夫啊？哼，真是岂有此理！你太欺人了！哼，赵叔，看这是谁呀？拜见！弟弟，弟弟，你这个小贱人做出来的事情，我打你！哎呀，老爷，此事不能怪小姐呀！是你这个小贱人做出来的，我打老夫。此不能怪林子，要怪嘛？怪你早叔啊！不怪我，为什么要怪我啊？早叔你昨日跟吊胆，家长马也没当要官，一郎分明是你官，今日你要想的啦难让难。我怪你爹，我什么时候怪你爹？一郎是不是早叔叫你来的呀？是的，是的。早叔，你还有什么话可讲？俺真一看我的兄，使得我与罪也难辨。
不是屈身下里去。来，这女娃是我你带，一张风波里之外，生分离给与你是来背完。我背，我为什么要背？我问你喜欢滚拜拜还是死拜拜？哎呀，两个办法也让你去改啊。那个叫子滚拜拜，那个叫子死拜拜。滚拜拜并不难，我与你到祖母跟前跟一番。今日子你认错，当铺等菜你陪完，当铺等菜我陪呀嘛，人子算来是要5万。屋里平平曲曲都麻黄，那银子完全2啊2万。向我面前去滚吧，弄得不好，看了自保我来塞。这个滚吧不好办，我万事没弄4啊半半。4拜拜嘛太简单，你写一张我便就滚。叫我写5遍。我为什么要写5遍？你写不写呀？不写。走到哪里去啊？走哪里去？没，写。老叔，你还是快写吧。老叔，你快写吧。作为我呀，我吃啊啥，吃的我是2岸吧。我不怕年富势力大，也不怕嘛家境旺的死不发。我天不怕，地不怕，怕是怕年懒怎么？哎呀，我个姑奶奶。你快写吧！哎，叫我这样写。好，我说一句你就写一句吧。好，你说。李府病人早问我，不该把应用藏在你女儿的书楼啊？写。此册早问我之意，与早问证无关。李府病人早问我，哎呀，娘子，我这背不你了。你让我们走吧。没，我的姑奶奶，你不能这样受罪呀！为什么呀？今天只是被你走了上风，你也该高抬贵手抱起我这张老脸呀！此话怎讲？你想，为你丈夫只是从严父当到丈夫，两夫人等哪个不孝？事情在我女儿王中修出，你堂而皇之的打他回去，叫我这张老脸放到哪里去啊？这个姑奶奶，